主后2025年3月2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伊敢真正诶？圣经咱做来听读路加福音13章第19、17节。拄迄个时，有几若个人来对耶稣讲起彼拉多杀死伫祭坛献祭的加利利人的代志。耶稣应讲，因为遮个加利利人受即款的灾难，恁就想讲，因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有犯较重的罪是无？我甲恁讲，毋是，恁若无悔改，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。检采恁嘛想讲，西罗亚的塔倒落去的时，互伊地势迄18个人，比住伫耶路撒冷拢总的人有犯较重的罪。我甲恁讲，毋是，恁若无悔改，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。后来，耶稣甲因讲即个譬喻，伊讲，有一个人伫伊的葡萄园种一丛无花果树，伊来迄丛树找果子，毋过找拢无。伊就对顾园的人讲：“你看，我连续3年来即丛无花果树遮找果子，找拢无，甲伊藏起来，哪着留伫定所在？”迄个顾园的应讲：“主人啊，搁甲伊留1年，我来掘四边的土，搁落肥。明年若有结果子就好，若无，则甲伊藏起来。”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伫一个会堂内得教示人。有一个妇人人，互邪神附身，破病18年，身躯弯翘，剩袂得。耶稣一个看到，就叫伊来，甲伊讲：“妇人人，你的病已经好啦。”耶稣用双手甲伊按，伊的身躯随时剩得，就归荣光互上帝。不过，会堂的主管因为耶稣伫安息日甲人医病，就真受气，对众人讲：“咱有6日通做工，要医病，就伫即中间来医，毋应该伫安息日。”主应讲：“过好的人，恁逐个人减无伫安息日对条呢、偷牛还是驴牵去啉水。”这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已经受撒旦束缚18年久，伫安息日甲伊偷放，减毋应该。耶稣讲这话的时，伊的对敌拢感觉见笑。所有的群众因为伊所做一切奇妙的代志，拢真欢喜。伊敢真正诶？记日以前伫台北读册，拄着经过台北车头的时，总是会看到有人摕爱心笔向过路人投诉，甚至常常黏贴贴、对条条。强迫中奖，其实一支圆珠笔的成本并无悬，因却用成百箍的高价贩售，高举做爱心的大旗，实际却是欺骗的行为。常常有人因为安尼中招。伫生活中，咱也会听到即类的话：你既然是基督徒，应该爱真有疼心。你是传道者，应该知影安怎做。拜托咧，牧师敢是安尼做会晓，真无疼心。或者是，当咱伫生命路途应该注意，煞无注意到，惊做讲话无合上帝心意的事，却心想，反正只要来到上帝面前，伊会疼。既然安尼长阔悬深，应该会怜悯，赦免我接着。伊
敢真正是安尼？对上帝来会听，到底是安怎？有人行来甲耶稣讲，有一寡加利利人伫圣殿向上帝献祭，却互彼拉多杀害，枉死无命，想要借着即个事件搅动耶稣的情绪。但是耶稣并无受威胁，也无互情绪冲昏头，反倒转借机会教导遐个听见的恶号的人，无应该掠做家己无拄着苦难，就认为家己无罪。耶稣劝人着悔改，若无悔改，也会遭遇相款的结局。接续，耶稣佮用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做例，按因说明上帝恩典是宽容，却也是有死线带来最后的期限的。当主人看见已经种3年久的无花果树，迟迟无看见果子，拍算甲伊错掉，园丁向主人请求，搁再宽容1年，互伊试看家徒、乌松、鸡鸭寡肥料，若真正还无结果子，才甲伊错掉。因为网络社群媒体的兴起，这世界差不多受重新定义做微型注意力的世界。现今差不多每一个人逐工拢用大量的时间伫网络顶面检采、抄找新奇的事物，或者是和社群媒体互动。面对网络平台顶面流传的无数信息、广告、影片、歌曲，人会当专注的时间也变甲愈来愈短。所以，你若想要伫网络顶面吸引别人的注意力，大概简单剩3秒钟的时间。数位媒体策略专家布兰登·凯恩指出，现在是一个3秒钟的世界，因为要得到娱乐、知识的管道伤济啊。若安尼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咱对上帝话语的注意力减也会只有剩3秒钟，直到失去悔改的机会咧。耶稣长途时面对以色列人对伊的性命无感，就算搁较济的宽恕和怜悯，哪像也无够用。那安尼，上帝恩典是毋是够举咱用咧？但愿咱真实转来到上帝面前，伫即个世界谨慎家己的行为。日想，我通担起一日久，拢无使用手机啊无？我通担起一日久，拢无用手机啊无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教示我亲像你安尼疼人，互人看见我的好行为，就认出我是你的门徒。求你互我会疼心，无隐秘，也无受欺骗利用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